谁让他来的？太后，魏夫人她出头了。什么？她跑了？她在企图混出咸阳城门的时候，被守城官兵抓住了。你们说说，该对她怎么办？幸亏抓住了，有魏夫人在我们手里，银华投鼠忌器，也不敢过分造次。甘茂去了雍城，魏夫人也想去雍城。看来这雍城真是个好地方。去，带魏夫人来见我。是。太后，魏夫人来了。见着太后还不下跪？不必了。木心，在。给魏夫人烹茶去。是。你已经抓到我了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不必假惺惺的。魏夫人说的奇怪，我为何要杀你？坐。你与公子华已经很久不见，骨肉相思是人之常情。只是雍城离咸阳路途遥远，四乡因兵乱而匪贼横行。魏夫人只带一个奴婢便上路，未免考虑不周。至少该有车马相随，侍从护送。你什么意思？朝廷可以派人送你去雍城。送我去雍城？对。公子华是我大清难得的人才，又是先惠文王的长子。只要魏夫人去了雍城，劝说他解散叛军，恢复秦法新政，一切就都好商量。怎么好商量？让他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归顺朝廷，我和大王可以既往不咎，不废称号，不夺封地，委以重用。怎么，魏夫人，你不愿意？臣甘茂拜见惠后。甘相快请起。我等苦盼甘相，如盼甘霖，如今得到甘相前来相助，实在不胜欢心。芈月要将大秦带到衰亡之路，我蒙两代先王恩惠，不能不站出来啊！甘相所言极是，那芈月倒行逆施，你我当然要同仇敌忾。去，给甘相上茶。是。请。惠后或许不知，与我前后脚来到雍城的还有一人。谁？公子华的生母魏夫人。他怎么来了？谁让他来的？公子。母亲，孩儿不孝，让母亲受苦了。华儿，快快起来！华儿，母亲，母亲逃出咸阳，平安到达雍城，真是孩儿的幸运。华儿这话错了，母亲是被王军的人马护送到雍城的。芈月？是啊，他送我来，希望我能说动你罢兵，归顺朝廷。你答应他了？我当然答应他了。母亲喝口水。
母亲一心只想见你，他就算是让我跳火坑，我都会答应。不过，我告诉他，最后结果如何，都由我华儿自己做主。母亲，华儿已经没法回头了。华儿身边站着诸位王族兄弟，背后是秦国所有的旧族。会后已经答应立我为储君，一旦攻入咸阳城，便即刻立我为王。那大秦的明日，不是那芈月的，便是华儿我的。我同那芈月已经不共戴天。华儿，无论你打算怎样做，母亲都赞同。那就要让那会后尽快兑现诺言。你是先王的长子，德才兼备，军功赫赫，受众人拥戴。他立你为王，那是你该得的。有了这个名分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带领着你的兄弟们进军咸阳。魏夫人真是命好，别人离开咸阳都面容污秽、狼狈不堪，看魏夫人却衣裳光鲜、气定神闲的样子。这一路上怕是也没吃什么苦吧？会后说的对，人该吃多少苦，都是命里有数的。上天眷顾我华儿，我也跟着沾光。依微臣看，魏夫人能来雍城也是件好事。从此公子上阵杀敌，也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。确实，由此可见，芈月能从魏夫人来雍城，那也是从善之举。你胡说什么？那芈月会有此等善心？此举或许是来动摇军心的。军心稳不稳，如今都是我华儿说了算。不管怎样，从这件事看，妇人之仁，免不了要做舍本的生意啊。魏夫人从咸阳来，应该知道咸阳那边正在整顿兵马，筹集粮草，准备对付朱公子。眼下战局焦灼，不知诸位有何打算？想必甘相也知道，这雍城乃是大秦宗庙所在，这里旧部力量强大，对我部一向倾力支持。我们与咸阳那边已有大小几战，各有胜负。如今甘相也来到雍城，说明人心所向，众望所归啊。昨日和母亲商讨后，想做一件大事。请说。咸阳那边与我们是王位之争，也是一场名分之争。母后是嫡母，而芈月那妇人的身份却只是个八字。虽说公子季有先王遗诏，但母后信誓旦旦说那遗诏是伪造的。可如今，却让那芈月之子矫诏登基，误导天下。若我们也能在雍城宣告登基，就可传召天下，号令父王的旧部老臣倒戈。兄长德隆望重，为我大秦之王，乃是众望所归。华儿说的是实情，但此时此刻宣告登基，恐怕不妥。有何不妥？你应当知晓，在母后心中，你是大秦唯一的新君。我们之所以能跟咸阳抗衡，是因为我们聚集了朱公子的势力，人马兵力甚至多过芈月的兵马。朱公子虽威望才德远不及你公子华，但他们人人皆有争位之心。王位空置，可以使他们戮力同心。若是公子莽撞宣布登基为王，朱公子心生不满，只怕你公子华会成为朱公子的敌人。那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，让我华儿无名无分，出生入死。母亲不必多说，你们该知道，
我银华并非真的贪图那个王位，我只是为母后抱屈，不忿那芈八子以伪诏发号施令，完全不把母后放在眼里。花儿为母后着想，我记在心里。其实母后也巴不得你公子华立即登基，运筹帷幄，号令天下。但母后也得为大局着想。从长计议，会后此言诚恳，以臣之见，还是暂缓称王为更好。只要会后在，朱公子为了示好会后，便会听从我们从雍城发出的号令，公子的王位也指日可取。好了，此事就商议到此吧。花儿，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，他们都是虚情假意，用好话来蒙骗你的。孩儿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们想让我带兵进攻咸阳，我却偏偏在雍城按兵不动，看他们能怎么样？